生命的旅程如同一条蜿蜒的河流，沿途风景变幻莫测，时而平静如镜，时而波涛汹涌。无论水流如何变化，终将流向更辽阔的远方。人生亦是如此，总会经历起伏，经历得失，经历各种无法预测的变数。当我们走在这条无法回头的路上，总会遇到困惑与迷茫，也会遭遇挫折与失落。但这些经历并非毫无意义，它们塑造了我们的灵魂，使我们成为更加成熟而坚韧的个体。真正的智慧往往源自于一次次的历练，而非一帆风顺的旅程。当遭遇风雨时，不妨学会静下心来，让时间沈淀过去的波澜，让心灵得以真正的安稳与通透。失去从来不是生命的终点，而是另一种得到的开始。每一次告别都蕴藏着新的相遇，每一次挫折都是下一次蜕变的契机。世事无常，没有谁能够永远拥有一切，也没有谁能够避免所有的失落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能够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些经历，就会发现失去的东西从未真正离开，它们只是转化成另一种形式，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命。那些失去的时光可能带来更深的领悟，那些错过的人可能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的缘分，那些曾经的遗憾也许正是未来成长的养分。我们无法改变过去，但可以选择如何看待过去。当学会接受，学会转化，失去便不再是一种痛苦，而是一种力量。时间是一种神奇的东西，它让一切变得模糊，也让一切变得清晰。当我们身处困境时，往往会觉得痛苦无比，仿佛世界只剩下黑暗。但当回首过去，会发现那些曾经让自己崩溃的事情，早已成为生命中的一抹微光。水的清澈不在于它没有杂质，而在于它懂得沉淀。人生亦然，内心的通透不在于没有烦恼，而在于懂得取舍。人世间的一切都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，当我们能够以一颗平静的心去看待这些变化，才能真正领悟生命的智慧。我们不必害怕失去，也不必抗拒变化，因为每一个选择，每一段经历，最终都会带我们走向更宽广的未来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学会与自己对话是极为重要的能力。我们常常习惯向外寻找答案，却忽略了内心深处的声音。当世界变得喧嚣，当内心被焦虑与不安充斥，不妨选择停下脚步，让自己安静下来，倾听内在的呼唤。真正的成长并非来自外界的认可，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平衡与和谐。当一个人能够安住于当下，不再被过去的遗憾束缚，也不再被未来的焦虑牵绊，便能够真正体验到生活的美好。无论外界如何变化，内心若能够保持宁静，便不会被风雨击倒。这种稳定的力量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在一次次的历练与领悟之后慢慢沉淀而成。人生是一个不断取舍，不断超越的过程。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某些放弃，但放弃未必是失去，可能是为了让更适合自己的东西到来。我们不可能拥有所有的美好，但可以选择珍惜当下拥有的幸福。那些错过的未必真的适合我们，那些无法挽留的也许并不是生命真正的归属。当学会接纳生命里的每一天，无论好与坏，悲与喜，都能够坦然面对世间的千变万化，就会发现生活原本就充满无限可能。这个世界并不完美，但正是这些不完美，让我们学会成长，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。每一次风暴过后，天空总会放晴，每一场低潮之后，生命总会迎来新的奇迹。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于外在的诠释，而是来自于内心的稳定与淡然。当我们能够拥抱过去，接受当下，并对未来怀抱信心，就能够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活出属于自己的光彩。岁月是一场修行，时间是一种恩赐，每一次经历都是成长的养分。当我们不再害怕变化，不再畏惧失去，便能够真正感受到内心的自由与丰盈，让自己在岁月的洗礼中变得温柔而强大。这才是人生最珍贵的收获。